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讀一則關於前立法會議員、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郭家麒被醫委會除牌嘅報道。郭家麒因為35+顛覆政權案，早前被高等法院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，判囚50個月。醫委會今早舉行紀律研訊，小組裁定將郭家麒從醫生註冊中無限期除牌，刊憲後立即生效。呢個係首宗註冊醫生涉及國安案件嘅紀律研訊。醫委會研訊小組指出，為維持公眾對醫學界嘅信心，對郭家麒嘅處分必須反映社會整體價值觀同期望，特別關注佢公然違反國安法對醫學界信心造成嘅損害。小組提到，郭家麒提交俾醫委會嘅陳述入面，仍然堅持自己嘅定罪同臨床實踐無關，對自己違反國安法造成嘅重大影響缺乏認知，又指佢仍然將政治訴求放在首位，認為佢冇悔意。根據案件性質同嚴重程度，除牌係合適嘅處分。郭家麒喺社交平台回應，指自己喺港行醫逾40年，到了今日終被褫奪執業資格，再也不能喺呢個地方行醫，對此毫不詫異。佢又話今次事件並非源於專業過失，而是因為佢曾經參與2020年立法會初選，強調喺呢個地方或許需要轉跑道，但佢仍然會以幫助有需要嘅人為己任。呢件事究竟涉及咗咩？點解郭家麒會涉及罪名？簡單嚟講，郭家麒係因為2020年立法會選舉初選一事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。控方指佢同其他35+參與初選嘅人士，透過初選計劃，意圖癱瘓立法會運作，從而顛覆國家政權。法院最終裁定佢罪成，判囚50個月。郭家麒原本係泌尿外科專科醫生，同時係前立法會議員。佢喺2016年以醫生身份參選立法會，之後一直活躍喺議會同社會運動。2020年立法會選舉前，佢參與咗民主派嘅35+初選計劃，目標係讓民主派喺立法會取得過半議席。初選後，佢同多名參與者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。經過長時間審訊，最終被判罪成。呢單案喺香港引起好大關注，因為郭家麒本身係醫生，醫委會除牌決定，亦係首次涉及國安法嘅醫生個案。醫委會小組強調，醫生除咗專業能力，仲需要遵守法律同社會期望。郭家麒被除牌後，就不能再以註冊醫生身份執業。對郭家麒本人嚟講，佢回應時話毫不詫異，並表示可能需要轉跑道，繼續幫助人。佢冇否認自己參與初選，但強調自己嘅行為係出於政治理念，而非專業過失。呢件事反映出喺現行法律框架下，參與某些政治活動可能會觸碰法律紅線。即使係專業人士，如果被裁定違反國安法，都可能面對刑事責任同專業資格被取消嘅後果。醫委會今次嘅決定亦顯示醫學界對醫生行為操守有嚴格要求，無論背景或職位都需要遵守法律。希望呢單案可以讓大家更清楚了解法律同專業操守之間嘅關係。無論支持或反對某種政治立場，守法都係每個人喺香港生活嘅基本原則。以上係關於郭家麒被醫委會無限期除牌嘅報道。多謝大家收聽。